若是这小子有什么得罪道友的，还望看在是吾兄爱徒的面子上手下留情。哎呀，老朽见吾兄对他极为重视啊，还说要带他进那内殿取宝呢。原来如此啊！看来这小子身上果然有秘密。那今天我就更得跟你争上一争了。蓝兄，这蛮子看似粗豪，但毕竟是活了几百年的老怪物，又怎会是个容易相遇的？你再琢磨琢恐怕磨，如今满胡子也知道血域之主的事了，且看如何收场吧。话说，我是不是命犯煞星啊？只不过是一时好奇，想来探个究竟，怎么就一头扎进这堆元婴修士人堆里？虽然这修仙界本就是实力至上，但没想到结丹后